後禮拜5月初1就是勞動節，這高雄市獨立總工會呢是動員真飽的人去到市政府陳情抗議，因是表示講，這高雄市這3冬來有79個勞工是因為工安事故死亡，也毋過這裁判的數干那是新北市的1/3爾。即期這高雄市府是失職，就要檢討改進。包括中共高機、中華電信、頂工會、高雄市獨立總工會，8萬幾個勞工手提抗議訴求，大聲發出口號，愛市長陳其邁出來面對勞工朋友的心聲。工會表示，對112年開始，咱高雄當年的勞檢件數，攏敢若桃園也是新北的一半，甚至1/3。尤其定拄勞工去檢舉，公司就隨來問過，甚至還有勞工局去公司勞檢找唔到當事人，事後回文講無歸歸。工會這期高雄市勞工局的老師真正上靈。我們真正需要勞工局的時候，勞工局有當我們的靠山嗎？沒有。結果他可能比較在意他的金主，常常都是配合事業單位，不是開罰輕輕放下，不然就是放水，不然就是泄密。去年底前庭發生工人山地溝對4樓摔落來當場死亡，今年3月底嘛見到工地工人互降低地死。工會指出，這3年來高雄攏總有79位勞工因為工安事故死亡，是6都內底上濟。因佇3月底有做調查，工會會員有將近80成的人對市府的勞工政策不滿。工會強調，高雄的勞工人數超過100萬，市府應該要提出實際作為。希望你可以開始能夠着重勞工局對於勞檢。對於勞工去做勞資爭議調解，不要再行政不中立，拿公權力做公關。再來，我們希望我們的勞工局是主動去行政，而不是等到人家檢舉。針對工會陳情，市府派代表出面接陳情時，不只個勞工局到中島進前，也無做出回應。記者柯家祖、胡超雄、高雄場報道。